乐团现在后继有人了，我们看到这3位，都是 Hillsong， 都是新成员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惊讶知道最旁边这一位不是客家人，不是唱客家歌，对。所以谁说只有客家人可以唱客家歌？我们等一下唱给大家听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演唱的是你的笑容，也是我的新作品。你的笑容，这是导师的新作品哦，请大家多支持，唱台嘎多支持，唱。一首《你的笑容》和声优美，是客家现代音乐先驱颜志文的最新创作。连不懂客语的团员也能哼唱自如，音乐果然没有语言疆界。我觉得把音乐做好就对了，把客家音乐做得更好，然后让各个年龄层都可以接受。是这样默默的努力，让颜志文的乐团在客语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对于理念，他有自己的主张。客家本来就不是主流，而且主流有什么好？主流是由非主流带动的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说，我为什么要当主流？其实我不愿意当主流，因为当了主流之后，你就不会进步了。不理会现实市侩，音乐才能跳脱框架，亦不沦为曲高和寡。颜志文追求的是最深层的提升。能够感动我的事情，同样能够感动别人。我只要透过适当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传达得出来，我不相信人家不会被感动。艺术是种心灵的活动，跨越界限，音乐是单纯永恒的价值。认真努力做的事，在付出的当下，其实就已经有价值。颜老师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，不必争一时，涓涓细流也能够滴水穿石。亚黑雅嘅新作品，唱台家都支持。亚黑雅嘅新作品，唱台家都支持。